对。太平兴国中王府。苏州拥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城，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。这里的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，透着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。特别是苏州的街道小巷，更是别有一番风情。漫步在苏州城街道小巷，仿佛浏览了时光，回到了过去。青石板路、粉墙黛瓦、小桥流水，是不是？无不透着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。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街道上，给青石板路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苏州城的街道小巷是江南水乡的缩影。这里的青石板路、小桥流水，还有热情的人们，漫步在苏州的小巷街道，仿佛穿越了时光，回到了那遥远的从前。什么园？什么乙园？什么？园林路。苏州园林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园林为主题的博物馆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园林博物馆。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园林文物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苏州园林博物馆建筑风格古朴优雅，园林景观优美宜人，是江南园林的代表作。博物馆内设有拙政园、狮子林、沧浪亭、往事园等专馆，分别展示了这4座苏州园林的历史和文化。苏州园林博物馆是研究苏州园林历史、文化和艺术的宝贵资源，也是人们了解苏州园林、欣赏苏州园林的绝佳场所。博物馆内定期举办各种展览、讲座和研讨会，为学习和交流园林知识提供了服务平台。苏州园林博物馆是苏州的一张文化名片，也是苏州人民的骄傲。博物馆的建成和开放，为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新的光彩。这太好看了，你要照相吗？你要照相，我来帮你照相，你帮我看我的滤镜，你看到你看到？你看。哎，好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漂亮漂亮漂亮。拿一下。照不了这个，照的好像瞅白瞅你这是不是有一点严重了？没有好了。啊，那你尽量把口。被那个，本来只有一个人知道，现在变成所有的人都知道了，真烦，讨厌。嗯。
这是老房子。就这玩意儿。它这个平台贵不贵呀50万一位。啊，那也行。最高，你顶天了，138第一排。我原来以为是2楼。现在我们。是不是拍照片去了？啊，这小桥。平台在哪儿约？你知道吗？很好看。那你琢磨吧，这块搞的什么水果那个，还有那个没法拍了。哎。再加上它整个面馆整的顶上，那都不行。两个色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它不也提那个规划，它这个面馆就2个字，拿掉。它是那种或者黑白的，或者什么叫那种字儿那个牌匾。就是写手写的那种。对。咱先去约平台。很近，反正。关键马上就到5点了，咱过去还得回来。你看这俩人像样。多好看呀！而且没到呢。如果你有机会来苏州，一定要到小巷里逛一逛，感受一下苏州小巷的商业氛围和人情味儿。小巷里有老字号的糕点店、餐饮店、茶馆、咱晚上可以在这块逛一圈了。书店博物馆出来在这儿转悠，还有很多新潮的咖啡馆、酒吧、文创店等等。小巷里的店铺大多是家族经营，都有自己的特色。老板和顾客之间看似都很熟悉，让人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。这不怎么过去啊？每到周末或节假日，小巷里就更加热闹了，人们纷纷涌进小巷购物、吃饭，小巷里更是热闹非凡。蝈蝈。橘饼尝尝吧，荷花它是香味的，它也是鲜品尝尝。买个尝尝，这要买个尝尝，多少钱一个？我觉得很多都是。看一下，都是苏绣双面绣的。这什么来着？这个就是苏绣，野的是吧？对，这个不难看。这种是南竹的，是10年以上的竹子做出来的扇子。你们是老是来这边学习？那属于日本风格。是的，昨天有几个也是河南那边的。你们山东哪里的？山东菏泽的。现在还让吗？
漫步在苏州古城的小巷中，你会发现苏州古城不仅有美丽的景色，还有幽静的人情味儿。苏州人民热情好客，他们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苏州古城的小巷是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。如果你有机会来苏州，一定要漫步在苏州古城的小巷中，感受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和苏州人民的热情好客。